預測係大致多雲，局部地區有驟雨。聽日短暫時間有陽光，氣温介乎25至29度，吹和緩嘅東至東北風。而之後2、3日驟雨就會多翻，同埋有雷暴。落雨天氣都會涼翻啲啊，低温喺26度左右。預測聽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係6，強度屬於高。跟住睇埋其他城市嘅天氣。廣州多雲，澳門驟雨。廈門同台北多雲。上海多雲，北京多雲，瀋陽有雨，首爾多雲，大阪同東京落雨。東南亞方面，曼谷雷暴，吉隆坡同新加坡雷暴，雅加達有雨，胡志明市落雨，馬尼拉落雨。澳洲嘅墨爾本有雨，悉尼明朗，布里斯班明朗。奧克蘭驟雨，溫哥華驟雨，三藩市明朗，洛杉磯天晴，紐約同多倫多天晴。歐洲方面，倫敦明朗，亞姆斯特丹同法蘭克福多雲，巴黎同蘇黎世驟雨。天氣講到呢度啦，拜拜。